明年总统大选的结果是牵涉到咱甲中国的关系，中国经济就又搁有新动作。中国商务部4月时宣布要甲咱贸易调查，本地这礼拜结果就要出来啊。不过即阵却是宣布延后3个月，到明年1月12，也就是总统大选的前一天。这个时间点是真使人犹豫。有学者就认为讲，中国是要靠贸易来影响大选的结果。中国商务部今年4月宣布对台湾进行贸易障碍调查，原本礼拜公布结果，央国提到以本案情况复杂为理由，公告调查期限搁再延长3个月，截止日期定伫明年1月12，拄好是咱国总统大选前一天。对此，经济部回应，一向秉持开放态度，愿意甲中方伫 WTO 架构的协商甲处理，同时做好产业的后盾，准备各项辅导的做法，妥善应用。刘委会是呼吁，北京当局应该停止政治的操作，贸易争端。不应该将贸易的做法政治化。学者是指出，延期伫有期之中，因为北京当局就是希望用经贸的手段来影响台湾2024次大选。就是想要凸显说，两岸有政治互信，大陆就可以让利；两岸没有政治互信，那大陆方面就不仅将本求利，而且会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。选1月12号以前，他会视台湾选举情况再来公布嘛。张武也分析，中国利用贸易障碍调查对台湾施加压力，也营造两岸经贸可能出现危机的气氛，想要影响台湾的选民。专家讲，贸易障碍调查成立可能性大，若中方因此将之恶化，台湾有股上大损失是205亿美金，占去年全年出口4794亿美金的4.3%。不过研判，中方未全面来划停，比较可能以调整促销部分恶化早收的清单项目，正做报复。内底工业产品被认为首先受影响，像石化产业占88项，纺织业136项，机械业107项。相关的业者，他可能就寻找新的这个替代的这种出口市场，东南亚或南亚其他的地方。所以说分散布局，其实业者已经有因应。郭达生指出，多数相关业者已经积极分散市场。另外，去年恶化早收货品占咱整体出口值会比重下降，对台效益甲影响降低。因来台湾进出口中国主要是 IC 产品，拢是零关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